专家说多吃水果长保健康，但是水果最重要的就是要新鲜哦。当你吃到新鲜的水果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这样说。然后呢，呀，购字懂齐，呀，购字懂齐，呀，购字懂齐。这水果很新鲜，记清楚喽。我们赶快去看看怎么用这句话。走。呀，购字懂齐。女儿，这么多水果，你要去大拜拜啊？没有啦，就我最近准备考试啊，然后又熬夜的，你看我的脸都是痘痘，所以就想说吃点水果补充维他命 C 还有维生素喽。可是有这么多啊！你看这个柿子，还有这个葡萄，还有柑妹、橘子我跟你讲，我最喜欢吃这个柿子咯，我吃吃看哦。呀，购字懂齐，这水果很新鲜。这是奶挑选超久的耶。女儿啊，按几个购字这么新鲜的水果，你去哪里买的啊？哦，这不是买的啦，这是我们全家去果园现摘的哦。哦，难怪呀，购字懂齐，这个水果这么新鲜啊！女儿，我有一个好的 idea 哦，我们可以把这些水果啊，把它打成购正果汁。打成果汁，不错哎。好，那我来把它洗洗吧。复习时间：橘子、柑妹、柿子、吃诶，葡萄、这水果很新鲜。呀，购字懂齐，挑选果汁购字。行真耶客家 V&B， 本人客家乡下嚟講客家話。